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20，旧历的4月16，礼拜一。这个梅雨的锋面通过台湾，雨实在是落到有够大。只要是锋面较有的所在，拢落短时的强降雨。台湾各地甲配合金门，拢来落大雨。气象局嘛第一届来召开雨的记者会。 比较大的雨势呢，其实是出现在我们的双北地区，那时雨量有到达50毫米以上。那甚至在9点的时候呢，在三芝呢，也出现71.5毫米的雨量。那预计呢，在中午之前锋面就会到达中部地区。那所以呢，今天的上午呢，特别在中部以北地区要特别防短时的强降雨这样的雨量。那下午之后呢，锋面会逐渐的往南移动，那影响就会比较偏向在中南部地区。晚上到入夜之后呢，锋面的影响就会逐渐的由北往南趋缓下来。不过也提到，在中部的山区跟南部地区的影响呢，可能会到明天的清晨。 气象局的统计，昨暝翻12点到中昼的12点，这个落雨主要是集中伫湘北地区，包括阳明山、北投、士林、淡水、三芝，累积的降雨量拢超过200毫米。但到这个雨雨的标准，中昼的时阵，锋面到这个中部地区，主要是影响到台中甲南投。 下晡了后，锋面往南边来耍动，暗时了后，随着锋面慢慢离开，北台湾的雨较停，不过其他的所在也受局部短暂阵雨，也就是雷雨。温度方面，北台湾明显转凉，北台湾的气温一路降到20度。明仔载受到东北风的影响，温度会较降。